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7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风台。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即马中度的风台度数热是还搁咧增强。气象局伫拄则8点40，嘛有针对风台的路线影响做出上新的说明。来听气象局伫拄则是安怎讲的。午8点的时候，台风中心大概是距离鹅銮鼻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计它未来会朝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接近吕宋岛的北方海面。因此呢，海上警戒区域的范围，首先要提醒的是巴士海峡跟东沙岛海面，在这些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那另外呢，我们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哦，杜苏芮台风的台风眼相当的清晰可见。它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强度又稍微的增强，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上限。那它未来在接近吕宋岛北方海面的过程当中，海洋或大气的条件还是有利它稍稍的在增强，所以呢，预估呢也不排除有可能增强为强烈台风。那所以呢，整体来说，它可能会是以中台的上限到强烈台风接近吕宋岛北方的海面。那之后再逐渐通过巴士海峡之后，强度才有机会稍稍的减弱。那至于台风后续的路径的状况呢？我们从路径浅视图来看哦，好，预估今天呢，台风会朝吕宋岛的北方海面接近，明天会逐渐通过巴士海峡南方，那到了27号的时候，再往北北西的方向通过台湾海峡南部，28号进入中国大陆。那以这样的路径显示呢，26到27号这2天还是台风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所以这2天台湾各地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雨的影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首先影响的是东半部地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间歇局部性的阵雨。那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东半部这种一阵一阵间歇的阵雨会略微增加。那西半部可能在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入夜之后，随着台风外围环流慢慢的在靠近东半部，甚至到明天清晨的时候，东半部这种一阵一阵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风台要来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昨暗9点召开度数热风台第1届的工作汇报。目前咱发电机国内线、国际线是拢正常，也毋过海运这部分有一寡部分是受影响的。因为风台要来啊，目前嘛已经暂停民众申请去爬山。内政部长嘛呼吁目前伫山顶的游客要紧落山。这个4年来啊，这是第一个侵袭台湾的一个台风，也再次提醒民众，这个海边容易有长浪切记到海边去观浪或者是嬉戏另外，如果是山上的一个游程，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早下山那我们会做好相关的一个因应跟准备的工作。另外，受度数热风台影响，沿海即马已经出现长影。昨暗伫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海影拢已经有1米半至3米啊。台东的东滨渔港有渔民在绑伫摆仔时无细字是跋落海，加在大家斗救，有惊无险，人平安。这个姓林的渔民是伫昨暗7点20时烦恼讲港区附近的摆仔会互风台扫去，就赶紧去绑绳要固定，因为风影大，影拍起来了后，伊徛无在，就跋落海。加在边仔渔民有看到，进去救人，人有救起来。那伊只手是去测伤，人是清醒的，无生命危险，有惊无险，好咧加在。中度风台度数热，即马继续咧增强。气象局是预估讲，伫明仔载甲后日会上挖进咱台湾，台东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气象专家嘛提醒讲，这个风台对南部、东南部的影响上界明显。度数热风台目前向西北行，风台眼清楚看会到，结果愈来愈杂北，虽然受太平压、高压势来影响，上升有部路线有淡薄往南修正。中心电力机率降低，也毋过强度也力增强。北风半径会继续扩大，拜日起外围风系对影响台湾，拜3、拜4影响上明显。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广泛的大雨或豪雨出现，尤其是在台东可能会出现大豪雨的状况。这样子雨势比较大的情形，
一直要到礼拜5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气象局8日暗发布多数的风台海上警报，8日下半天发布陆上警报，8三起，这方面的东北部会有10公分等级的降雨，8时雨区扩大，全台各地有雨，东南部爱严防大变雨，8 5中半日天气犹原无稳，尤其中南部风场转为西南风，犹原有可能较大的雨势。若风台无定了中心结构无受陆地破坏，可能对东南部、南部威胁加重。10级风帮我们半径可能只是擦边而已，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时候环流，它的台风受到结构破坏的这个量就少得更多，所以等于是说南部还是容易受到这个台风环流偏南风或西南风的影响，那还是有可能会有强风豪雨。尤其是那么久没有强烈台风接近，或者说强风发生啊，这个路上的招牌甚至交通号志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退休了后头一摆接受网络电视专访，也提醒民众，台湾有大约3至4年无较强的风台发近，多数里可能对东南部带来10级以上的强阵风，中部以北也有9级以上的瞬间强阵风未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受风台的沉降气流影响，今仔日各地也是真烧热。气象局是有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咱同齐来看温度。风台要来啊！受风台沉降气流的影响，今仔日的温度是唱悬的。伫嘉南、新北、桃园、屏东，今仔日拢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其中伫桃园是有机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另外，第5回风台度数热强度有小可变强，继续是往西北偏西的方向咧行。在接近台湾的时，强度有可能是中度风台的上限。气象局是表示讲，伫要暗仔左右，伫今仔日要暗仔有可能有机会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另外，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伫东半部、恒春半岛雨拢会较粗，沿海平湖、金门、马祖嘛有大影。若较空旷所在，嘛会出现8级至9级的强阵风。风台度数热渐渐挖近咱台湾，即马真侪农渔民，不管是挖山还是挖海的，拢赶紧咧抢修，希望会当减少损失。渔民无用操作钓蚵仔的机器来钓早起时采收回来的蚵仔。风台度数热虽然也未对台湾产生影响，不过嘉义县沿海的蚵农已经开始先做准备，蚵边啊唔若拢救回来啊，嘛趁海影也未大，赶紧抢收蚵仔。你若拄好有即摆会算风影大，风大嘛是顺。就迄一抓拖回来就要4000几啊，4、5千块油钱啊。哇，嘛是爱去拖，惊抓我多啊。除了海区的蚵仔农真无闲，山区种植的农民嘛有人开始做预防风台的准备，有人加强固定巷仔内底作物，嘛有农民赶伫风雨来进前赶紧收成。今日风头哦，紧就去带叮当，带叮当伊，咱变成讲，紧相对就袂大啦。吼，伊风来忙啊，遐尼啊，无几会倒啊，还紧采收一寡好成本啊。风台度数热，豆豆啊接近台湾，虽然目前也未确定敢会登陆，不过靠天吃饭的农渔民拢唔敢过放风，拢已经提早做好准备，希望会当降低风台所造成的影响，降低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另外，日一伫高雄港外海沉去的货柜船，到昨下晡3点，也共200卡货柜也被浮起来。高雄港务分公司是表示讲，伫今仔日会继续赶紧处理，因为风台要来啊，按算高雄拜3拜4雨水会增高，所以高雄这部分的风台准备嘛有咧做。下水池的水即马拢已经成球大。那些货柜卡伫风平头渔港，也是中门山埔附近，陆续吊挂进花。高雄港外海日发生外国籍货柜船沉船事故，经过这几天一直拖入来，到24下晡3点，也是有200个货柜线伫岸边，也是海内，连屏东东流航线都看得到货柜。委任的处理团队已经以空拍机的方式进行相关搜寻，在安塞水域的部分，已达到加速处理的进度。那对于在岸际的货柜，也调派车辆尽速加强吊水的作业，
为了确保港口甲海域安全，内政部长林佑昌要求这2天要赶紧把货柜拢吊起来。港务公司调动中南部相关人力甲设备，加紧作业。因为风台杜苏芮渐渐瓦近，台东24早起大涌一直线，沿海已经看到2米悬的海涌。往回兰苏甲离岛航班25开始停航3天，一寡游客嘛提早坐船回来本岛。因为他船明天停驶，太古无风台来，龙的这块。台东已经有3年外无风台侵袭，副公渔港有渔民烦恼风台会甲船吹甲变去，也是吹上花，所以赶紧请吊车甲渔船吊起来防范。除了海上封闭，因为风台暴风khu会影响中南部，公市政府2025至27的山区总雨量会达到600至900毫米，嘛赶紧加强应变。早上呢，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抽水设备的一个防洪测试。都惊水袂消透淹水，水利局透早就整备真侪抽水站，确认过欠水池、水漏河坑，也是维持计水位。市长陈其迈下晡嘛去视察，表示相关局处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嘛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这个风台侵袭。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国军即马正在进行反攻演习，不过却传出意外，这是昨下晡陆军的陆军团伫基隆的平安营发生一粒炮弹爆炸，造成9个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手去互炸断去。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要全力抢救，嘛要调查原因。救护车真紧驶出陆军团伫基隆的上风营区，因为只是下晡3点，营区发生炮弹爆炸意外，军方证实官兵伫举行弹药整理作业时阵，一粒110公里的炮弹因为不明原因爆炸，造成9名官兵受伤。今天下午3点多执行弹药技术检查作业时，其中2栋破炮疑似发生爆炸，原因不明，造成9人送医，其中2名伤势较重，目前医院全力救治当中。附近居民是心惊惊表示，迄时阵听到真大爆炸声，然后就看到营区庆祝白烟。这跟演习无关哈，跟大家报告就是有炮弹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慎引爆这样子，在我们中正区的社区里面，然后有这样子的弹药库，大家过去就有很多讨论。那今天发生这样的公安意外，我觉得这是我们也要好好去思考。基隆市长贾国良也报告营区关心状况，初步了解现场姓罗、姓王、姓周一边加姓地、姓刘上兵等5人轻伤，姓混上士、姓洪中士伤势较严重，传出手骨炸断，分别送去基隆中警甲基隆3总，另外2人无送医。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总统伫第一时间应掌握相关消息，支持全力救治，也要求军方赶紧调查事发原因，确保部队人员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移民署的新北专勤队昨下晡去5股某一间回收厂要掠老炮移工的时，这个说业的头家是几个人抓起来的情绪失控，使怪手去喊移民署的公务车，搁举刀啊要攻击移民署的人员，过程中是造成专勤队有2个人受伤，警方即马已经把这个头家移送法办。虽然镜头伫咧翕，这台怪手也是一直用卡仔占移民署的公务车，专勤队的人拢赶紧闪。规台公务车被占甲强要变做废铁，专勤队的人赶紧叫同事支援，不过怪手是愈站愈大力，拢无要停。你要你在干嘛？你要做什么？罪，我跟你讲，你控制一下哦。你有照片吗？我不要收索票，我来这边查查是依法。新北市移民署专勤队2时到5股查逃走的外籍移工，无想到讲，这个企业的头家性地正歹，敢若是为了要安抚移工离开，搁开另外一台怪手挖来。到底想干嘛？哎，学弟小心啊！学弟赶快过来，学弟！这个企业的头家甚至举刀想要攻击，情形真危险。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依照现行犯甲伊逮捕。2位专勤队的人在过程中也受伤，去病包伤了已经无要紧。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及攻击执法人员之行为，必定依法就办，绝不宽待。全案于侦讯后，依毁损、妨害公务、伤害、妨碍自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查这个工作危险性真大，这桩任务唔但是无找到逃走的外籍移工，甚至拄到性命危险。移民署除了就会对这位姓叶的头家提告，也强调会继续严正执法。警方是查考怪手等相关证物，依法办理。
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南市伫昨下晡5点外熊熊跳电，南部科学园区的台南园区、高雄园区，也有台南科技工业区、永康工业区，拢有厂商因为电压降低受影响。台电是表示，这是因为两家超过压变电所开关设备故障，经过抢修，伫昨暗10点半过后已经恢复正常。来关心联合报。112年玉山计划有14间学校提出87件的申请计划，教育部每日是通过42件，包括11件玉山学者、31件青年学者，有一个玉山学者另外还有摕到上悬加500万一年的薪水。那玉山计划进入第5年，逐年拢有国际级的学者通过申请，也毋过每日呢经过评估并无来台湾。来关心自由时报。中介法院的前院长李碧刀防指控讲性骚扰女同事，司法院的性骚扰申诉处理评议委员会伫昨昏阁有开会，即摆是决议讲性骚扰有成立，会甲伊移送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评鉴。伊是表示遗憾，伊嘛讲伊会行司法的程序来维护家己的名声。立法院即马是当地开临时会，在处理性平3法的修正案，其中宽赦性骚扰这部分，真侪条约立委拢有表示讲，支持甲宗教和信仰这个领域加入去内底。也毋过卫福部是表示，讲到宗教是较好去定义。也毋过妇女团体认为讲，宗教界是其实嘛有真侪性骚扰的案件传出来，若是要治这个坑，就要甲补起来。国内Me Too运动还佫咧逼进前到台大毕业生讲，伫校的时阵，互校方团契内底资深牧师性骚扰1年半，加害人依照刑法第228条封定罪，是全台湾头一个宗教宽赦威胁的司法判决。即马立法院当地审查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是不是列入宗教还是信仰引起讨论？我觉得该做的就该做了哈，有很多假宗教之名啊，行掠夺之实的，不管是他是掠夺财物或掠夺这个信徒的贞操，宗教行为之中的全是性侵或全是性骚，大家关注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你今天我们在修这个条文，把宗教信仰放进来，你告诉我说，因为它很敏感，所以我们不要放进去，我觉得我们很难解释啦。真侪条约立委支持列入来，不过卫福部表示，谈论宗教真敏感，也讲可能无法度定义清楚。信仰的部分是比较麻烦的，是那个定义要去处理会有一些问题。基于这一个信仰，然后要利用权势或机会为之，这个有点两个相连，不一定连得起来啦。卫福部甲立委意见无同，条文先做保留，留伫第2轮讨论。妇女团体表示，部分性骚扰受害者无愿意用司法解决。心理脆弱的时阵，寻求信仰支持，不过确实也有接到不少宗教还是信仰关系性骚扰的求援案例。恶灵的部分去做一些驱散等等，他可能就会运用一些肢体的方式来去做这些处理。他如果拒绝了或者是抗拒了，是不是就是会触怒了就是神明？通常在行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被害人往往是处在一个真的是非常困惑的状态。妇女团体呼吁爱赶紧把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列入宗教还是信仰，袂当因为定义困难都无做，让性骚扰防治出现漏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的国会第2次有通过一项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主要的条款内底是讲要限制最高法院会当去推翻政府决定的权利。不过这是引起反对党的不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希望讲伫11月底进前会当甲反对派达成协议。以色列反对派议员伫咧议场内面大声喊见笑，要集体离开反对投票。但是以色列国会要议员伫咧右派执政联盟64位议员的护航之下，全票通过司法改革法案内面一项有争议的条款。זה בהחלט רגע יוצא דופן. עשינו צעד ראשון במהלך ההיסטורי החשוב של תיקון מערכת המשפט. ושל השבת הסמכויות שנלקחו מהממשלה ומהכנסת לאורך שנים ארוכות. 这是一系列限缩法院权力的法案内面第一个被批准的条款。
这项条款的目的是防止最高法院法官以无合理做理由推翻政府决定的权力，不过是引起民众的愤怒。在投票进前就伫咧议场外口示威，警方竟水条赶人，不过示威者猛是走去高速公路动车，互交通拢停落。首都耶路撒冷加第二大城特拉维夫有真侪人上街头抗议，真侪企业甲银行罢工一天，表达反对。ראינו היום מופע חולשה של נתניהו שלא היה כדוגמתו מעולם. אין ראש ממשלה בישראל. 以色列亲密的盟友美国总统拜登是警告讲，在咧无达成广泛共识的情形下，就实施变革，会造成民主制度受到侵袭，有可能破坏两个国家的关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希望11月底进前，甲反对党达成协议。 כולנו צריכים להסכים על עוד דבר אחד. צה"ל חייב להישאר מחוץ לכל מחלוקת פוליטית. כולנו יודעים שצה"ל נשען על משרתי מילואים מסורים, אוהבי המדינה. הקריאה לסרבנות פוגעת בביטחון ש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正义性正悬的司法改革，和以色列这么国内是两极分化，将在史上上严重的危机之一。自今年年初以来，每礼拜拢有几60万人上街头示威。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伫咧投票了，遂向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法院宣布这项条款违反。理由是，伊将会改变以色列民主的基本结构，并将要伫咧法院做出裁决进前，阻止这项法案实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中国朋友来关心俄乌战争，这两天俄罗斯和乌克兰拢有传出爆炸声。乌克兰伫外乌海的重要港口奥德萨，互俄罗斯用飞弹攻击。伫港口附近一座马300年历史的大教堂已经轰毁掉，佮造成一个人死亡。也那俄罗斯的莫斯科是有无人机伫天顶飞，路尾是受无线电波的干扰，几架飞行机摔落来。为附近民众用手机翕的画面，因听到真惨的扑来扑来引进的声音。外电引用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讲，两架无人机飞到莫斯科，意图不明。然后由军方电子战部队用无线电波干扰了后失控，最后落地南区的里哈契夫大道顶悬一间商业大楼的厝顶，互上顶悬几个办公室的窗仔拢破去。Просто вот хлопок и все,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летяще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я окна открыты, ночь 3:39 и как бы 因为唔是主题区，佮唔是上班时间，所以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除了地面由警方暂时封锁附近道路，俄罗斯外交部等单位指示天光了后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想要用无人机发动恐怖攻击。不过乌克兰并无对俄方的讲法做出反应。是甲欧美国家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斗阵批评俄军用飞弹攻击奥德萨市区，主要造成民体损坏甲一人死亡。当地因讲是全球前10大之一，也是乌克兰上大的东正教堂，主显信仰主教座堂严重损坏。Приехала охрана, сказала, что здесь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сле отбоя тревоги мы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и вот увидели. Прилетела в дом, взрывной волной нам снесло. 俄罗斯认为进前克里米亚大桥各受到攻击，是乌克兰由海上所发动。撤回攻击制造船只来发射武器的地点就是奥德萨。当地民众指出，奥德萨无任何军事设施，不应该遭到飞弹攻击。不过，这伫乌克兰西南部濒临乌海的港都是乌克兰重要的海军基地。两边讲法是真是假，拢爱过验证。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加拿大东部是拄到这52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祸，造成因的交通建设、桥、铁路拢害去，甚至铁路的地基拢流去。大风嘛造成4个人失踪，内底有1个是囡仔。另外，伫中国顶礼拜嘛因为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做大水传出灾情。铁轨路下骹全部互大水冲蚀，这个景象看落会惊。加拿大东部诺瓦斯科西亚省顶礼拜五拄到52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雨侵袭，短短24点钟内，部分所在降雨量都超过250毫米，差不多等于是3个月累积的降雨量。毋那铁轨路规个路基无去，为空中看来厝拢浸伫水内，四界拢浇水。People have seen their homes damaged. People have seen, their safety at risk,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out power, particularly with rainfall expected to continue
这阵大水河甲水灾造成4个人失踪，其中2个是囡仔，全部拢是车去大水淹去了后失踪。官方也持续伫搜救。当地省政府是讲，目前已经疏散500-600人，不过这个灾害影响当地交通建设，不少桥道路拢中断，带来料想未到的损失。We have approximately 25 bridges impacted across the province. 19 have been damaged. Investigations continue on that. But six of those bridges were just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e force of the water and the impact it's had. 虽然目前雨有较温和，不过大水河恐赶过来。诺瓦西科西亚省顶礼拜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一定持续到8月。大于250毫米。同款有严重水灾，还有中国。顶礼拜六，浙江、辽宁、内蒙古、江西真侪所在，拢予大雨侵袭，煞做大水。辽宁灾区水淹甲胸坎，救灾人员敢来当用行的，甲灾民挨出来，已经疏散将近5600人。浙江杭州这块的村庄，阁因为发生土石流，造成5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公司新闻张淑平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北韩的媒体即马是报讲，中共伫即礼拜会派各界官员代表团去北韩访问，要参加韩战停战70周年活动。这是北韩伫新冠疫情了后头届国务公开的外国官方访问。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因为欠兵啊，为着要扩充兵力，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即马有签署一项法律的修正案，规定做兵的年岁上限要延长5年，所以上高级的军官会当做兵做到70岁。这个新的法律伫明年的元旦会开始实施。来关心苹果公司打算伫今年的秋季秋天的时会推出 iPhone 15，有考虑经济较无景气，所以伫今年的生产量是伫8500万支手机啊。那这个出货量是比去年减200万支。来关心行政长陈建仁的相片，最近被诈骗集团偷摕去用，讲要送民众投资的册，拐民众加入赖的群组。行政院是提醒民众，这拢是港骗的。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这款类型的诈骗就有6600多件。学者就表示讲，利用有名的人骗你去投资，讲短时间内就当赚到真侪钱，也毋过天底下无遮尔好康的代志，这拢是港骗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二时接见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9届外国访问甲投资考察团关心考察情形。陈建仁最近和诈骗集团借用相片，以免回送投资册下面将加入假的赖好友。行政院长称这是假作名人投资诈骗广告手法，刑事警察局已经出手摕落来。针对此类型诈骗广告，刑事警察局与 Facebook、Google 及 YouTube 等业者合作，于165全民防诈骗官网增设检举诈骗广告专区，建立下架机制，提供全民更快速方便的检举管道。正向名人从盗用相片，也听到最近包括联华电子创办人周兴成、大数企业总裁王培恩、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英明、台积电资产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人，拢互冒名注册假的名册，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根据警政署统计，去年有29702件诈欺案，其中假作名人投资诈骗案6600件，金额超过34亿。平台业者，也许他们可以加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可能他们要po一些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或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或是国外都有一些实名制的认证嘛，你不能说随便爱po就po。学者分析，诈骗集团利用网络快速传播，加上名人名气，下民众哄骗，操作买卖股票骗钱。受骗的对象集中对退休警官少年族群。那安怎避免哄骗？学者提醒，看到名人推荐稳赚无赔，短期高获利，拢爱提高警觉。行政院打诈办公室表示，刑事警察局已经甲社军平台合作，正式检举专区，建立路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左营莲池潭附近，日有奖标有庙会，放烟火佮放炮啊，规条路是拢是烟，引起民众怨叹。高雄市的环保局和消防局还有警方拢有去到现场，发现讲空气污染是真食力，而且这炮啊虎嘛拢无病，结共有开出27张的罚单。新桥行较大，炮火就放较大。信徒的沙面和乌烟混甲变红色，地伫高雄莲池潭附近，当地公庙举办邀请活动，放大量炮火烟火，造成左营大路、左营下路顶沿线道路拢是烟雾。不满的民众路影铺就望海惨。有那个水车跟后面
用花啊，个人个再跟后面个用车子来清。居民退票方讲话表示，公庙有出动人力甲设备沿途清理，也毋过环保局校长孙前发现，乌烟造成空污，各部分所在无清净气，以空污法甲废清法开出14张罚单。环保局接获10件陈情，燃放鞭炮产生大量明显粒状污染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采处1200到10万元罚款。环保消防甲警方拢总开出27张罚单。消防局表示，虽然宗教活动放一般的烟火无需要申请，也毋过现场炮瓦违反产品说明对康师傅已经违反高雄市炮瓦烟火主题条例，会依法规罚3万。对大家感到不好意思。那后续的这些处理动作，我们都有做马上处理的。那也感谢所有的民众有配合我们，那对我们有所包涵。二是下昼工作人员伫宫庙门口贴图布置，庙方会实的表示，因为头一摆办大型活动，对相关规定无够清楚，才造成善后无周全，已经派人加强清洁，也会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竹县的关西凤山溪6月份的时，有发现有工厂违法偷倒废弃物，互县府罚960万。也毋过违法的这工厂却拢无提出清除的计划，县府即马是派怪手去把这烂土清掉，而且佫会伫现场采样以上发办，嘛要求工厂爱负责出这条钱。溪水顶面铺一层油污，现场佫传出臭味。新竹县凤山溪6月份，互业者违法偷倒有毒的工业废弃物，影响新埔、关西民众饮用水源。最重要是把这些污泥要清掉它，因为每天都下雨整个关西镇都那个臭味。24透早，新竹县长尤文科带队来到现场，用怪手开挖溪底污泥，准备采样检测。分析了的结果，买以上检调。我们清的范围，先就这一块土地下方的消波块的这个范围，这个长度，我们全部的把它挖下来，而且全程是录音录影，而且挖起来的这些污泥，我们必须要保存证据，给检察官这边来将来做一个采证使用。另外，溪边布花各残留部分的污染物。环保局在现场抽炸油用的锁啊，后续排用人工的方式清除。确认所有的受到污染的这个土壤或者是污泥，我们都清干净之后，这个工作才会停止。前新竹县环保局除了派人加强附近巡查，卖每个月针对凤山溪进行采样，检测水质的变化，要来确保民众未来饮用水源的安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发生伫2019年，桃园有民众骑奥多拜，因为车路顶悬带电的人空挂无平，害伤在的这台奥多拜累残，2个人拢跋倒骨折。桃园地方法院最近判决出来呀，带电和桃园市政府拢有责任，拢爱赔。车路顶悬，车来来去去，路边也常常会看到这种圆形、长形的人空挂，那用服务好就会有启动，尤其落雨天积水，都可以让机车累残。骑摩托车会特别注意人孔盖或路不平之类的吗？会啊，也会啊，因为怕摔车啊。路不平啊，就是一骑摩托车骑下去这样跳起来这样，那跌下去脸会朝地，还是我这更麻烦。在2019年，县长的查甫人骑机车载姓伍的女性经过桃园中立民族路，因为带电人空挂附近有启动，互2人摔车，骨头进去，提告带电甲用工处2个用户甲设置单位。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事故带电用工处拢有责任。算医疗、看护加抚慰金等，要赔偿姓伍的女子45万块，县长的查甫人20万3千块。专案要过因上诉。本处受理后呢，也同意赔偿。当时呢，因为原告无法提出无法工作的损失证明及精神的抚慰金过高，迟迟没有跟本处和解。本案于事发前经养工处巡查后发现缺失时，即已通知台电对此案路面缺失进行修复。电甲事发地点人空挂配合路边税收工程已经处理好，路面看无人空挂。用工处表示，依照桃园市道路施工维护管理要点规定，人空挂收回1公尺有管线机构负责巡查甲养护责任，
款照会个无清楚，针对破决结果，永江厝甲台电拢会甲法律单位研究了后，佮决定是毋是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肝癌是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第2名。咱国内逐年大约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死亡。卫福部即马是对外宣布，对8月份开始，针对下调惊尾期肝癌的患者，健保会给付免疫疗法甲标靶药物。因为国际上即马有研究是证实讲，安尼会当延长病人的存活率，大概会当加半年。肝病是国病，肝癌是10大癌症死因第2位，而且肝癌早期无明显症状，未少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晚期，增加治疗难度甲医疗负担。健保署宣布，为8月初1开始，针对符合条件晚期肝癌患者，第一摆将双标靶疗程纳入健保给付，也就是免疫疗法，并用标靶疗法，差不多有2072个患者受惠，每一个病人每年营生300万。很多的研究现在也都显示说 ，IO 这个免疫疗法要合并标靶的治疗，这样子的效果是更好的。健保署表示，过去免疫疗法单独用在肝癌治疗效果无好，最近国际上新的研究出来，证实免疫疗法并用标靶药品能提悬疗效，末期患者整体存活期能延长5.8个月，已经加入国际医疗指引。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将这样子的组合跟雷沙瓦做一个比较，那这样子的组合的确在当时是可以打败雷沙瓦这样子一个治疗。根据健保给付条件，免疫合并疗法适用对象是接受过化疗，而且有晚端转移、肝挂淋巴侵犯、大血管侵犯的晚期肝癌患者等，每年增加5亿个健保支出。记者综合报道。青少年少年家要当大人，文化部即马有成年礼金1200块，对6月初开放领甲单每50天的时间，已经用掉3亿。文化部伫昨嘛宣布讲，若是用这条钱去买成年座位的票，会当阁加送100块。政府伫每年买扩大16岁至20岁拢通领，虽然国内差不多有150万人有这项福利。天气崩了，海水宽了，我要不了不做。当在唱熟悉的电影歌曲有剧团将这部捌情红的国片以音乐剧的模式搬上舞台，呈现当年拍电影的幕后辛苦。特别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把电影拿来演，而是在演这一群热血，一直想要完成这个梦想的这一群人。疫情转好了后，艺文电影恢复正常。文化部发予18至21岁青年，红叫做文化部的文化成年礼金1200点，为6月初开放领以来短48天，文化部的 Apple 注册人数超过74万，使用人数超过33万，为艺文市场注入3亿的活水。对学生而言，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盼望这个政策可以试着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读书还是因为营业额单价比较低，从出版业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好的政策。其实最好是可以从小孩子开始培养起。文化部的使用类别中，册店甲出版业有关超过半数，基础是艺文电影。那伫青年社会的加持，艺文电影的支出增加不少。我觉得他给我这个钱，让我可以来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已经很够了。上会的话，可是我可能1200的话，我可能就只能买到比较后面的位置，不够。因为如果像是看演唱会的话，通常都是一定超过1200。对于这项政策，青年拢希望金额加一点啊。为了鼓励支持文化发展，文化部宣布增加购买青年设备送100点的优惠。那政府每年也会扩大适用范围，是16到22岁，有高适用人数会为10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培养时代会当有运动的习惯，国民健康署逐当拢会举办比赛，予大人起来加舞。老大人会当希望因会当加强练习，互相交流。那这个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3届啊！咱国内毛要挖60万的老大人捌参加过这个比赛。为宜兰罗东北城里来阿嬷罗石淑晶热情搁活泼，去年红诊断出气腺癌，本地准备要参加全国时代舞蹈比赛。迄当天煞因为要去开刀，高不治将全放弃。今年伊准备要登台，好好伫舞台顶展一个跳舞的功夫。卫生所推动这个，互因有这个舞台
确实讲啦，真欢喜。互阮这老伙仔袂倒厝诶独居啦，坐落椅仔就困啦。来自中华新港国宝外日舞蹈班的阿公郭秋发，今年食到85岁啊，伊嘛真爱跳舞，今年嘛要参加跳舞比赛。不会想东想西啊。袂想东想西，较开化啦。嘿。心情较好啊，人袂记咧讲有啥物病痛。为着要互大家看到时代活力，国建署举办全国上大的时代比赛——中正话剧脑化竞赛，8月要起过。活动的目的是要鼓励时代较接近动身躯，毋但会当培养运动好习惯，放慢老化，嘛会当互身体更较健康。我们更鼓励，除了到社区来，那是有共餐、聊天、交朋友以外，那希望设计一些舞台，能够让他们有一些表演的机会，让长者不要在家里吃饭配电视哈，出来了就一群人会当互相开讲，大家就当较快乐。古早人讲的吼，舞台顶吼1分钟，可能舞台下可能爱花10年功啦吼。国建署表示，办比赛是希望互时代生活有目标，嘛鼓励老人参加社区的活动。这个比赛已经办第13档啊，高达拢总有58万人参加。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对老大人的身心健康有帮助。加运动，食老较无病痛，也是讲破病袂恶化，通更好，达到健康老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来关心，已经有350年历史的台南埔仔店最近有设立文物馆，展出上百件国家级的珍贵文物。上界特别的是，为了省潘丽水大师所画门神，经过修复了后，头一摆公开展示。因为被塑料手术刀顶工具，应当咧进行艺术品救援的任务。经过8个月时间，甲原本坐镇伫咧埔仔店的门神修复完成。这64门神是民国67年潘丽水大师画，因为长期使用，古来必顺褪色。庙方去年参加民间发起的百庙门修复计划，互门神重现人原本的光彩。正做是百庙门计划第2间修复门神的庙宇。彩电咱看到伊是紫色的底，所以讲甲一般的迄个庙门较无共啊。伊的这个顶头的这个用色上面嘛较缤纷，修复的成果做成一堆迄个盛开一堆玫瑰安尼。王爷庙埔仔店已经有355档的历史，因甲原本老人会场地收回来，开200多万重新整建来设文物馆。馆内1楼除了展示潘丽水大师的门神，2楼有900件的珍贵文物，不论是日本时代倒群、摇签筒，也是大正3年的大型牛线。拢有真深的文化底蕴。庙方表示，其中道光15年的龙文双鱼罗石雕是馆内历史上久的。相当咱是嘉庆年间的，然后了，咱有两件咱的路，迄种乡落内底，有可能咱是台湾县村唯一的1、2的物件了。普济殿文物馆的这个开幕，还有潘丽水大师的作品的修复的这个典藏的这个案例啊，我想应该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下走下去。庙方表示，望透过文物馆，让大家看到传统庙宇文化甲艺术的价值，嘛，互知影文物保存的重要性。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那互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来做世界文化遗产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即马正在举办艺术节，为邀请咱台湾金曲歌王桑布伊，也个舞蹈家布拉瑞扬，伫结遐进行文化交流。台湾金曲歌王桑布伊受邀请到马来西亚乔治市艺术节表演，让大家伫后疫情时代，用透过伊的歌声，反思天地万物甲人类之间的关系。然后透过彼此音乐或文化或舞蹈，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交流，和彼此认识，而产生了尊重跟互相欣赏。抑个共款回台湾来布拉瑞扬舞团，也将布农族的传统经典报正宫带来马来西亚。我们得到了这个部落的耆老90岁的耆老的许可，然后把里面的歌词报赞的内容转换成舞者的生命故事。公司制作的南国启示录，并且片也是第一摆伫当地放送。叫做《南国启示录》，其实是希望启发台湾观众，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他们也认为我们的观点可能
带给他们有另外的视野跟想法，所以就变成是一种不只是我们单一角度看人家的故事，最后还变成是一个交流的活动。乔治市艺术展进入第14届，佫是第5擺甲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合作，製作2個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I really like it. I was kind of surprised to see the thematics of all the drawings. 16天的乔治市藝術展有超過50個節目甲活動，70%的活動免費開放，希望讓更較多人應親近藝術。這回檳城即馬是攏佇藝術的氣氛當中。記者綜合報道。東部畔有安大人心的工程，伫比利時就一間病院打造一個互寵物會當去探病專區，互長期住院的患者會當甲因飼的動物見面。另外，伫澳洲是有一隻有白的貓咪，有執照的貓咪，幫助業主人逃避創傷的壓力，穩定情緒，了後行出悲傷，互業主人會當恢復正常的生活。伫澳洲坎培拉的这只好伴鸟小土匪，是退休的边防官员安索尔生活中正重要的伴。行到倒就缀到倒，伫社区甲网络这么正红。小土匪是正少通过认证鸟有执照的辅助鸟。安达安索尔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I was one of those guys that said never going to happen to me. I'm resilient. I'm strong. I'm sometime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you're vulnerable is hard. But you got to do it. 安索尔伫咧退休之前，定向小土匪做伴，也同时诊断出得到 PTSD。有人建议伊找一只辅助动物消透焦虑，伊认为小土匪正活人佫巧，个性正适合，所以就开始甲伊训练。不过要摕辅助动物执照无简单，才通过出入公共场所安全测试，证明伊会听主人的命令，袂惊行，也袂乱甲人撩人，也会接受深度压力疗法的训练。看伊伫主人需要时阵，敢会伸脚去按打主人的身体，达到稳定神经的安定效果。She can tell when something's happening, when it's not quite right, and she'll either stretch up to me and place her paws on my leg, like you see cats do all the time, and demand attention. And then she'll put pressure. It's about making connections and helping me to bridge that social gap a little bit as well. It helps to reduce loneliness and improve sort of negative feelings lik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真侪人厝内拢有饲宠物，不过若是人破病，长期住伫咧病院，看袂到因，也会真思念。所以比利时的圣特鲁多病院就设一个室内专区，让亲友带宠物来看主人。宠物活泼热情的环境，对情绪甲身体拢有帮助。Maar dat is absoluut niet hetzelfde. Hè? Een voelen en kussens krijgen, en dat is niet hetzelfde als een foto. Hè? Er zijn opzoekingen naar geweest, maar vooral uit ondervinding merken wij hier dat dat toch wel voor de patiënten heel fijn is als ze hun huisdier nog eens kunnen zien, ook al is het in een terminale setting of gewoon bij een langdurige opname, dat patiënten... 因为考虑到卫生甲污染的风险，大部分的病院拢不准带宠物入去。几多年来，圣特鲁多病院也只敢让患者伫病院外口一个户外的亭见面。这边经由癌症出现期过的斗相共，设一个甲病院相连、掩过独立的专属的空间，互患者逐礼拜拢会让甲宠物见面斗阵1点钟，术后会清洁消毒。伫这嘛，只敢若准带猫狗来。自9月开始，病院也搁计划要引进治疗狗，做心理甲运动功能的复健。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所以来关心大海的动物，这是哥伦比亚的海洋保育团体有翕到真罕见海翁饲囝甲囝饲冷的画面。啊，那伫西班牙的吉布罗多海峡，最近这4天是少年耍动发生游蛾去攻击船只的代志。另外，伫美国、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海域，是有魔鬼鱼互颠掉咧，赶紧向人类讨救兵。为3到4年固定举办的全球帆船海洋竞赛，今年赛程为西班牙亚利坎提出发，重点伫意大利热那亚。荷兰队将海船进至直布罗陀海峡了后，意外拄到一阵海翁来搅乱。2 orcas came at us, straight at us, and they started hitting the rudder. Impressive to see the orcas, first of all. Beautiful animal, but also dangerous moment for us in the team. The team reacted really well, and we took down the sails and slowed down the boat as quick as possible.
2019年开始，伊比利半岛海峡发生350件共款的人甲海岸互动的事件，海岸捉船走、冲浪甚至将船弄沉的事故，常常听到。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生物学家阿佛瑞多·罗贝兹指出，附近是大型的海底甲海底共款好奇作业的个性，亲像是甲船竞技比赛。墨西哥罗南加州太平洋海峡上海岸的船，捌拄过规头拢是藤壶的海岸主动挖进。What we do see very often is that these will scratch the boats that are there, and then I really think they are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se parasites. 海洋是海洋内底真大型的动物，生的方式是提升甲用保龄饲囡仔。不过科学界得到实际影响真有限。哥伦比亚海洋保育团体去年8月开始，捌2摆伫太平洋海峡库皮卡湾用镜头记录保卫海岸饲冷的真实场面。Los registros son extremadamente escasos en cuanto a la lactancia, no se ha podido nunca observar un parto y hay un solo registro de cópula entre macho y hembra. Entonces son muchos comportamientos, digamos, puntos claves de la historia de vida de esta especie que son desconocidos. 在南极半岛甲这里的麦哲伦海峡生活几啊个月了后，几啊千只海岸每年会收起哥斯达黎加甲秘鲁之间的温暖海峡。6月到11月这段时间有真侪做途径。在哥伦比亚外海生态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资料显示，因的数量在增加当中。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3度。外岛27度至3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